沈小姐，是你？我在这等您很久了，有件事情想要跟您聊一下。我也正要找你，你为什么要跟踪我叔叔？因为我怀疑他跟您父亲的死有关系。不可能，我叔叔不是那样的人。他最近频繁的会见单丽，而且他死的那天在单丽家待到很晚。那，可能他跟单丽谈生意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谈生意白天可以去公司嘛，为什么3更半夜要去他家呢？我怀疑这后面有很大的一个阴谋。哦，对了，您叔叔死那天，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先进去再说。为什么沈建国在临终之前让我一定要把这个玻璃碎片交给你呢？当初单丽花了120万标的这瓶红酒，是雷诺酒庄雅克先生千方百计要找的19瓶中的其中1瓶，但是那瓶酒已经打破了，被他带回去了。而现在这个，是出现的第2瓶。120万，这红酒这么贵？我想这片碎片是从我爸爸那边找到的，所以我叔叔才拜托你交给我。很有可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沈少爷。你不在家？啊，我出国旅游去了。那什么时候回来？哟，那这可说不好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没什么，就是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。啊，我这次啊是来看我爸妈的，估计啊这一时半会儿回不去。哎，对了，你可以找找那个麦克看看啊。Michael 电话打不通。喂。喂。喂，屋檐啊。我是屋檐，现在没办法接听你的电话，请留言，我会尽快跟你联络。屋檐，你们跑去哪里呀？你把我乐器都拿去哪了？还有松毛，你们到底搞什么鬼？听到电话马上回给我，就这样啊，拜拜。喂，王川啊。哎，沈公子啊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在开会呢，晚一点打电话给你哈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好啦，别生气。明天搬家吧，给你找了一个便宜的房子。我不要搬。不搬你睡大街啊？这里明天就要拆封了。再找我朋友帮忙，我的暂时住旁边。他们要真把你当朋友的话，会不接你电话吗？吃不吃面啊？吃不吃了？什么鬼地方啊？你带我来这边干嘛？一会儿你就知道啦。是哪里啊？你怎么会有钥匙啊？对呀。哦，对了，你也有一把。呀，拿好了。噔噔噔，这就是以后我们俩共同的家了。房租是以我们俩的名义签的，还有水电，我们俩以后得平分。我先声明啊，我只付我自己那部分，你那部分你自己得负责啊。还有啊，你以后也要负责房子的打扫，还有要按时吃饭，生活要规律。我不要。
你要去哪？不是嘛？这里厨房那么小，电视那么小，沙发那么小，餐桌那么小，我要怎么住啊？你巨人国大，什么都要用大的。再说先住进去嘛，慢慢的再换不就好了吗？没有钱怎么换啊？没有钱，大家一起努力不就可以了？好啦，你别任性了。再说我们还有合约关系啊，我还是你的员工，你还是我老板，不是？好啦，你以为现在还跟以前是一样的？再说你想让我自己一个人租着，这房租我一个人负担很吃力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啊？还跟我讲条件？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肚子好饿，你带我去吃饭好不好？早说呀，我也饿死了。我跟你说，这附近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地方，我带你去吃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嗯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快吃啊！哎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为什么？我真的吃不下。你呀，你要赶紧习惯这种生活才行。你看这么多人不都在吃吗？你别看他，别看他。好了，吃你的，你吃吃看，试试。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不怎么样，你还吃？嘴硬。哎，让一让啊！哎，您最后一道菜。谢谢。啊，您2位菜齐了，一共168，谢谢啊。啊，我来。我来。怎么可能让女人付钱呢？啊，那个老板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菜要打包，你先吃，我先去打个包啊。沈子豪，你连100多块的大排档你都请不起。这是干嘛呀你？浪费粮食！快把钱收好了。你把钱付了？啊，这顿算我请客。嗯。那，要不然这样嘛，我们1人1半嘛。什么1人1半呢？好啦，不要。下次你请好不好？下次你请。好啦，收好。神经病啊你！收好。快吃，一会儿我们还有事呢。嗯。哦，快吃。你是不是住在创意2路那边？关于这件事情，哎，你知道那附近有没有什么大商场，然后买菜的地方好的？林轩，三总，你过来一下。盛总，听说你帮子豪在外面找房子？啊，找了一个普通的民房，房租还挺便宜的。还好子豪有你。没什么，他平时也很照顾啊，我这样应该的。希望你这么做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没什么值得不值得，反正应该做就去做呗。老陈，你通知会计部，从今天开始林轩恢复全薪。好的。你好好干，别让我失望。谢谢单总。林轩，你对那个沈子豪还献什么殷勤呀？你不知道他已经破产了？知道啊，怎么了？你不会以为就凭他还可以再东山再起？这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沈子豪那个人，他唯一的优点就是有钱。现在他没了钱，
这根本就一无是处嘛！哎，我跟你说，还好我跑得快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肯定也会被他连累的。塔丽娜，你这么喜欢钱，为什么不嫁给提款机呢？你说什么呢你？笑什么呀笑？沈子豪，沈子豪，干嘛？过来一下。行李还没整理好哎。先别整理了，先过来。那，这是什么？租房合同啊。这写的清清楚楚的啊，房租由林轩和沈子豪来共同承担，加上水电的话呢，你一个月给我1500块就好了。哎，这上面明明就写着一个月2600，我为什么一个月要给你1500啊？刚不说了吗？加上水电啊。我不洗澡啊，我也不用冰箱，我也不看电视的，我为什么要给你水电啊？你说的，你不洗澡，不看电视，不开冰箱，不玩电脑，什么都不干。好嘛，1500就1500嘛，了不起。好啦，拿钱来吧。我没钱啊。就知道你没钱，给你准备好了。这是什么？招聘广告，找工作啊。哎呀，你别看这个啊，看这边，这边都适合你。哎呀，我没心情啊。那什么没心情啊？你以为还是以前呐？没心情，那你拿钱来喽。好吧，找就找嘛。哎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好不好？什么？我之前送你那个项链，能不能先给我，然后我拿回去？我跟你说啊，你送出去的礼物，你别想拿回去啊。不是嘛？你那个项链就当做先借给我，我拿去周转一下，将来之后我飞黄腾达了，不用说双薪、10薪我都送给你。只想要那个双薪哎。好了，慢慢找吧。月入10万，听起来很理想啊。你千万别紧张啊，一定要把这个大公司拿下。开玩笑，我怎么可能紧张啊？加油，去吧。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来面试的。沈先生是吧？啊。哦，这边请。哎，沈公子，哈哈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秦总，沈先生。哎，我是来找朋友的。哦，找哪位朋友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啊。不坐一下？没事，下次聊嘛。好了，拜拜。好，有时间过来喝茶。怎么样？他们说他们看完我的履历之后，觉得我太大材小用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好多别家公司呢，一家家去找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我什么都不会。谁说的？你谁啊？你沈子豪哎，又会作词又会作曲，你很有音乐才华的。因为才华有个屁用，又不能当饭吃。是这样嘛？一切都是慢慢来的嘛。你说我刚到深圳的时候，不也什么都不会吗？
慢慢就好了呀。可是我除了音乐之外，其他什么都不会啊，怎么办？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回家好好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情绪。工作室就交给我吧。哎，家在那边啊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回去了等我电话哦。单总，林轩，有件事想跟您说一下。可不可以让沈子豪到我们碧翠来工作？怎么，他还没找到工作啊？找了一圈都没有找着，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啊？子豪的个性我很清楚，我怕他做不了碧翠的工作。不会的，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他现在又努力又认真，而且有您管教他，他会很好的。机会我可以给，但是能不能留下，就要看他个人表现了。你让他来试用一段时间吧。你记得告诉他，不要从最基层做起。我明白，那我现在去给他打电话。哎呀，烦死人了，烦死人了！这个姓施的，他简直是烦死人了。你说该他记的事没记住，不该他记的全记住，还到处跟别人乱讲。他怎么了？他跟很多记者说我们答应罗威先生帮他找那个红酒，闹得现在记者都来找我，问我进展如何。哎呀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丽丽，这个事儿你一定得帮帮我们呀！林轩啊，这件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？我最近，你最近的心思啊都不在工作上，尽快解决啊，别再拖了。我马上去解决。不如到我餐厅去说吧。好，那我们先去。李大叔，李大叔，您等我一会儿，我打个电话啊。我去开车。哎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。说了等我电话吗？怎么关机了？沈总，你干嘛不接电话？手机没电了嘛？先别谈了，跟你说个笑话。一个好消息，怎么样？我帮你找到了一个好工作。什么好工作啊？向总说呢，可以让你去碧翠工作，不过呢，一切要先从底层做起。你是要我当你同事啊？怎么啦？不乐意哦？我以前这么对你，你该不会是要报复我吧？看心虚了吧？叫以前对我不好了吧？放心，我不会跟你计较的。你看以前呢，你把我介绍回碧翠上班，现在呢，我也把你介绍回碧翠上班，这样就扯平了，对吧？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那看你的吉他能不能养活你了，考虑一下。沈小姐，这你的活动经费。调查这件事情，是我的职责所在。张先生，这算什么？我只求你，赶快帮我查出
我爸爸和叔叔的死亡真相，慰藉他们在天之灵。沈小姐，这件事情我义不容辞，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呀。那就辛苦你了。有任何需要帮助，随时联系我，我做你的有力支援。这个，你得拿着。那好吧，有沈小姐的帮助，我相信查起来一定会如虎添翼的。他们感情很好，虽然是老夫少妻，但是经常也出双入对的。那沈建华先生，他对单小姐怎么样？当然好了，沈先生每次从国外回来，都会给单小姐买很贵重的礼物。我记得有一次呀，他买了好大的一颗钻石呢。哎，对了，怎么没看到林小姐呢？她和单总在地窖训练呢。先生，您的酒好了，请慢用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这么晚了都已经，怎么整天都没看到林小姐呢？我劝你啊，还是不用等了。林轩他已经出去了。那什么，买单吧，买单吧。先生，您的酒还没喝完呢。也没那个心情了。这么有钱呀！喝吧。哎，张先生，您是做哪行的呀？哦，没有。哎，张先生，那你平时都喜欢什么运动？网球、棒球还是台球啊？都不对。高尔夫对吧？来，陈长青。怎么样，医生？你这样下去，味觉会全部退化，你尝到什么都是白开水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一定要帮帮我！对不起，沈小姐，我真的很无能为力，你现在只能靠吃药来控制。我去下洗手间。先生您好，您的汤放这吧。这汤挺好喝的。先生、小姐，打扰一下，实在抱歉，刚才的汤
盐的确放多了，为了表示歉意，你今天这餐我们公司免费招待。谢谢。不好意思。一曼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为什么会喝不出那碗汤的味道？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？你终于知道我的秘密了。我的味觉确实出了点问题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没事的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你去医院看了吗？医生怎么说？是什么引起的？能治好吗？我看了，但是医生说不能诊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失味。总之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失味几天，吃点药，休息一下，就会恢复过来。这也是我上一次没有参赛的原因。这怎么办呢？其实这件事，我一直没有跟其他人说过，因为万一外界知道这个消息的话，会让我们盛美家陷入很大的危机。而我也知道，单丽一定会抓住这一点来攻击我们。你们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我们再想想办法，看看有什么方法能治好病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陪着你把病治好的。喂，赵熙，你到家了吗？到了，你呢？我也到了。我是想提醒你，今天就好好休息，明天我带你去看医生。我知道了，你明天要陪我去看医生。你真的很啰嗦。你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见。晚安，拜拜。怎么了，一曼？为什么要看医生啊？你一声不吭地站在那边干嘛？你不舒服吗？严不严重？我的事不用你操心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也就不再隐瞒你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你爸爸要在遗嘱上特别写着不让你从事红酒业吗？因为你有遗传性的疾病。你爸爸他只希望你平安健康，不要有太大的压力，他更不希望你喝酒。你应该要体谅你爸爸的苦心。遗传性的疾病啊，亏你也想得出来，你也挺能编的。你进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，你可以省点力气了。一曼，我心里真的是把你当成一家人。只要你能够遵从你爸爸的遗愿，无论如何我都会照顾你。只要你别糟蹋自己的身体。你别再演戏了，这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到底演给谁看？说到底，你就是希望我放弃伪遗嘱的案子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没可能。要坐深路公交吗？当然啦，只有7站路就到了，快点快点！哎呦，好，回来。哎，我们坐出租车就好了嘛。什么呀？坐出租车很贵的，都够我们俩吃一顿饭了。又没差那点钱。怎么没差那点钱？就差那点钱。哎，先等一下！喂，别急呀，别急！啊！你小心点！有没有搞错？都是您，怎么不
快点挤呢！原来挤公交这么刺激啊！我们等下一班吧，挤上为止，不要上班啊！我就不信我挤不上。储存力量，待会再说。哦。来，先坐。车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不知道。起来，我看。来。擦杯底干嘛？擦杯子。哦。擦里面啦。怎么样？新工作习惯吗？会慢慢习惯的。哎呀，你别抓，这又有指纹了，抓。哦。哟，看不出来，沈公子居然转性还会来上班，居然还在擦杯子。过去的那个不是天高地厚的沈子豪去哪儿了？怎么，你现在连话都不会说了？谭一娜，你别这样，子豪是我们的新同事，别打扰他工作。林轩，你就好好的守着这个没人要的沈子豪吧。我呢，很快就和你们不一样了。好啊，我一定会好好守着他的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，你放心吧。林轩，张望，你来啦！哎，你好。哎，我有事，我有事。林轩，有空吗？没空，我今天好多事儿。哎，杯子擦好了，要放哪里呀？对。哎，你要不要帮忙？不用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一大招呼一下。张望，你先坐那坐嘛。不是，我有事儿。坐嘛。哎，要不要喝点东西？基本上可以排除因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失位的可能性。我建议你们到神经内科检查一下，看会不会是味觉神经受损。谢谢你，医生，但是我看不必了。这一系列的检查我几乎都做过了，每一家医院都说是综合性因素所引起的，所以你就随便开点药给我就行了。对了，医生，我昨天在网上查了一些有关失位的资料。上面说精神压力过大也会引起失位，那如果是这方面的原因，需要吃什么药？对了，网上还说，脾胃不好、心脏不好也会引起失位。你觉得这种说法有医学的道理吗？如果网上能看好病，你还来医院干嘛？我建议你们呢，还是做一个详细系统的检查，然后再下结论，好不好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根本就不用检查。检查了一大堆，结果还是病因不明。我们不过是花了一些时间还有精力，如果真的能找出原因，然后根治，不是很好吗？好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你千万别泄气，我昨天上网查了很多资料，好多人都被治好了。如果西医不行的话，我们可以试试中医啊。上网就能治病啊？有这么容易的事吗？哎，对了。如果中医也不行的话，一些民间的方子或许能治好呢。好吧，只要是你找的方法，我都愿意尝试。
你昨天晚上上网上的很晚吗？眼睛都红了。怎么开始知道关心我了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把我说的这么坏。我昨天晚上倒是很晚睡的。善丽她突然跑到我的房间来，跟我说要我放弃起诉，还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。我就说啊，他们根本就是做贼心虚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尽快处理这个案子的。如果他真的做了伪证的话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打赢的。这样，你就能早点结束这种日子了。谢谢你，越快越好。当然。哎，我肚子好饿，找个地方吃饭好不好？好啊，晚上去买菜吧。哎，你去里面干嘛？里面很危险的。菜市场有什么危险的？不饿了吗？买菜做饭啊。买菜应该去超市买啊。这的菜才新鲜，懂不懂啊？早上买才新鲜吧？傍晚的菜便宜，别那么啰嗦了，快点。可是晚上的菜不新鲜啊。哎，我看就随便买一买吧，你看都长一样啊。这哪里长一样啊？人家姐姐叫你买菜。你看我每天看到这些新鲜的水果啊，心情就会好很多。你看多好看。哎，这什么？西兰花。西兰花长这样啊？你看这东西长得好奇怪啊！什么奇怪？这什么？苦瓜。哦，是吃起来会苦的那种瓜吗？苦瓜都没吃过啊？苦瓜嘛，就苦瓜嘛，谁不知道这是苦瓜？看看想要点什么？番茄怎么卖？3块半一斤。3块半？先来个10斤吧。那个3块半，3块半太贵了。你看，这一看就是昨天卖了没剩下来的呀，今天肯定卖不掉了。便宜点，2块半好吧？2块半？2块半怎么行？3块钱都已经算便宜了。哎，对啊，3块钱都已经很便宜了。便宜点啦，2块半可以了。哎，不行，2块半不行。那我们去旁边看喽，旁边很多卖的。好了，走。哎，好了。哎呀，就算你2块半，算2块半。哎，2块半，挑吧。谢谢。怎么样？你好厉害哦！买菜就要这样买，知不知道？可以吗？我想吃肉。没钱吃肉。我想吃肉嘛。好吧，那这样，我现在要去买鸡蛋。如果你能用很便宜的价格把鸡蛋搞定的话呢，剩下的钱就可以买肉，怎么样？还不简单，不就砍价吗？哎，老板娘，你好年轻，好漂亮哦！哪有啊，我都做奶奶啦。请问一下，这鸡蛋1斤多少钱？6块。不是嘛？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又这么可爱，你觉得4块钱怎么样？嘴这么甜啊？6块吧，5块。你看起来真的不像做奶奶的，你这么年轻、漂亮又大方又这么特别，看起来像姐姐。你觉得4块怎么样？好吧，4块钱卖给你，那你明天一定要来哦。一定啊，一定。明天还要来啊？一定来。好，来帮我包1斤啊，谢谢。好，1斤。好，来自己挑。婶子好，婶子好。干嘛？你在干嘛呢？你过来帮个忙。干嘛？帮忙洗个菜吧。那你不是说你要做饭给我吃吗？是我做饭，但你好意思什么都不干？你好歹出点力吧，洗个菜吧。哎，你这样洗都被你洗烂了，哎呀！不然怎么洗嘛？这里摘了，叶子摘了，然后把中间这一块全是褶子，这是里面全是泥，把它洗干净了，拖一下。洗个菜这么麻烦？菜
菜都不会洗。把这个摘掉，把这个摘掉。你们不是疹子，你们都是泥。我会都被你洗，你会不会洗呀？不是洗菜吗？你好了。红酒碎片就是在这里找到的。这么珍贵的酒，为什么会打破呢？奇怪，为什么这里会有落光的存折呢？怎么又会有这么多笔巨额的现金存进去？存进去之后，又马上提出来。我真